咁計數機幫你 factorize 之前咧，我哋需要知道 standard form of quadratic polynomial。咁呢個咧就係佢嘅 standard form 啦 ，x 2次加 bx 加 c， 咁中嘅 a、b 同 c 都對應一個數字嚟嘅。咁如果你想用計數機 factorize 嘅話咧，你就必須要將個 expression 拍成咁嘅樣，先可以幫到你去計數㗎。咁而首先你要留意咧 check 自己 model 係咪 fx50、fx 一代或者二代。如果不幸你係 fx535P 一代或者二代嘅咧，你就唔能夠借助計數機去幫你做 factorize 啦。計數機上面咧有一掣叫做 FMLA formula， 我哋會用到01呢個 program 嘅。咁當中佢問你三樣嘢 A、B 同 C 分別係乜嘢？咁你就分別由 A、B 同 C 就會幫到你去做 factorize 㗎啦。咁例子一 x 2次加 5x 加6，咁就接入啦 A 對1 B 對5 C 對6，咁你出兩個答案嘅。第一個答案-2，第二個答案-3。第二個例子 4x 2次減 6x 加2，一樣入 A 對4 B 對-6 C 對2，又會出兩個答案。第一個答案1，第二個答案0.5。咁呢兩個答案其實分別代表啲乜嘢嘅咧？其實就係話，如果嗰個 quadratic polynomial 係個 factorize 嘅話咧，佢係必然會 factorize 成為兩個括號嘅。咁然後一個答案嚟翻係一個答案對應住一個括號，一個答案對應住一個括號。好，實戰啦。咁 level 1就係最簡單嘅樣式，就係 A 永遠係1。換言之，即係你會見到嘅題目係 x 2次加 bx 加 c。咁啱先講咗啦，佢係會出兩個答案噶嘛。咁所以咧，佢 factorize 出嚟之後個樣會係咁樣嘅 x 加一個數字乘以 x 加另一個數字。咁你計數機點樣幫到你做 factorization 咧？個關鍵就係個答案要正負相反，正負相反。我記睇第一題 x 2次加 5x 加6，你首先 input A 對1 B 對5 C 對6，出兩個答案，第一個係-2，第二個係-3。咁你 factorize 出嚟之後咧，就係有一個 x 加個數字，第二個 x 加另一個數字。咁但係啱先講咗啦，計數機咧同你 factorize 出嚟嘅答案咧，個正負係相反嘅。第一題答案會係 x 加2乘 x 加3啦，由-2變2，-3變正3，咁你留意翻啦。第二題 x 2次加 2x 減24，你 input 會係乜嘢啊 ？A 永遠係1啦嘅情況下 ，B 係乜嘢咧？係2 C -24。咁佢出嘅答案第一個答案係4，第二個答案係-6，咁所以個答案就會係正負相反 x 減4乘 x 加6。第三題啦 ，x 2次加 6x 加9，計數機 A 對1 B 對6 C 對9，咁出嘅答案咧就係-3。可能你發現啦，依撳嚟撳去得一個答案啫喎。但啱先講咗答案係對應一個括號，咁但係而家得一個答案，咁另一個括號咁點算咧？係咪就等於 x 咧？其實咧就唔係嘅。咁慢啲，你發現咧有個-3出現嘅時間係比平時耐咗㗎。事實上第二個答案都係-3，咁所以咧其實佢一樣出咗兩個答案，第一個答案係-3，第二個答案都係-3，個答案對應一個括號。咁所以咧你係會出到 x 加3乘 x 加3。咁想寫靚啲嘅就寫 x 加3二次方都得。咁去到第四題啦，咦好熟口面喎 ，x 2次減25。咁你之前咧學過 identity 都係處理過啲問題嘅，就係 A 2次減 B 2次 A 加 B 乘 A 減 B。咁但係依家咧佢一樣可計數機幫你手嘅。咁係 A 對1啦 ，B 係0啦，因為我哋係冇 x 呢個項嘅，咁所以咧個 B 咧就係0啦。C 咧固然就25啦。咁出嚟答案第一個係5，第二個係-5，咁所以咧就正負相反啦，所以就會做到答案係 x 加5乘 x 加5啦。跟住嚟到 level 2啦，同地方唔同地方咧就係今次 A 係第一，咁就 x 2次加 bx 加 c 啦。咁睇第一個例子先 ，4x 2次加 8x 加3，咁接入 A 對4 B 對8 C 對3，咁出兩個答案，第一個答案-0.5，第二個答案-1.5，咁係咪就咁？正負相反，寫 x 加 0.5乘 x 加1.5咧？咁你諗真啲啦，0.5乘 1.5點都唔會等於3啦，咁所以咧就唔係咁簡單，正負相反就遠㗎。咁要點做咧？事實上咧都係一樣有兩個括號啦，但係今次個答案咧就會係由4樣呢個點㗎，分別係 x 嘅 coefficient 數字同另一個括號 x 嘅 coefficient 同埋數字喎。咁個口號今次係乜嘢咧？就係分母放前，分子放後，正負相反。咁點理解呢個題目啊？咁你回顧翻啦，第一題就呢個啦。咁啱先咧就知道咧 x 係-0.5咯喎。咁即係咩意思啊？即係其實可以寫成1/2嘅。而-1.5又點樣啦？就係可以寫成-3/2嘅。咁根據翻個口號，分母放前，分子放後，正負相反咧，個答案第一個括號嗱，一個答案對應一個括號，一個答案對應一個括號。咁我睇得到啦。分母放前，所以係2x；分子放後，正負相反，所以第一個括號係2x加1。第二個答案-3/2，分母放前，分子放後，正負相反，咁所以第二個括號就為2x加3，所以個答案就會係2x加1乘2x加3啦。你睇啦，3x 2次減14x加8，第一個答案4可以寫成4/1，第二個答案2/3，一個答案對應一個括號，一個答案對應一個括號，所以根據翻個口號，分母放前，分子放後，正負相反。第一個括號係1x減4，第二個括號3x減2，咁你寫靚啲啦，就會係 x 減4乘3x減2。好啦，啱題64x 2次減49，咁照入嘅啫。64 B 對0 C 對-49，咁就出嚟第一個答案7/8，第二個答案-7/8，分母放前，分子放後，正負相反，會得出8x減7乘8x加7啦。之後level 2.5就係涉及 common factor 問題啦。咁有兩個例子啦，就個例子睇一睇啦。第一個例子-x 2次減 2x 加3，咁你撳計數機嘅話咧，你會得出兩個答案 x 等於-3同 x 對1。咁跟住翻 level 1嘅做法啦，就正負相反啦。咁係咪就係等於 x 加3乘 x 減1咧？咁你又諗真咗3乘-1
即係負3噶嘛，就點會等於3咧？即係第二個例子啦，12x 次加 10x 加2，咁咧撳計數機會得出兩個答案，第一個答案負2分之一，第二個答案負3分之一。咁根據啱先個口號，分母放前，分子放後，符號調轉，你會得出 2x 加1，第二個括號 3x 加1，咁係咪就係答案咧？然後再諗一諗啦，1乘1就點會等於2咧？咁所以咧呢兩個例子就係話俾你聽，其實有啲我哋係做漏咗嘅，就係 common factor 啦。咁我哋真係計一計啦，你會發現咧，第一個例子負 x 次減 2x 加3，佢有個 common factor 負1喺度㗎，所以咧你錯負1出嚟，咁剩低嘅咧你就係考慮 x 次加 2x 減3呢個稿入邊嘅嘢，真係 factorize 咗啦。咁照撳計數機啦 ，a 對1 ，b 對2，c 對負3，咁得出 x 等於負3，x 對1，咁你發現咧其實咧佢係一模一樣喺上面。咁所以咧其實計數機係幫你直接計個答案出嚟嘅，但係咧如果佢嘅 common factor 咧佢係冇考慮到嘅，咁就會有其中一個會考慮嘅伏位嚟嘅。咁真正嘅答案咧就係負 ，OK， 一開始抽出嚟嘅負啦 ，x 加3。x 減1就呢一個位置啦。第二個例子，12x 次加10x 加2，咁你發現佢個所有嘅 coefficient 咧都係2嘅倍數，所以你係需要錯2出嚟先嘅。咁就係攞2次加 5x 加1，咁照撳計數機啦。A 係6 ，B 係5，C 係1，得出嚟嘅答案會係 x 對2分之一 ，x 對3分之一，咁就分母放前，分子放後，符號調轉，會得出真正嘅答案就係2乘 2x 加1同3x 加1啦。咁咧就係正正係呢一個位置，啱先撳計數機出嚟嘅答案嚟嘅。咁所以咧 level 2.5 common factor 嘅題目就係你撳計數機之前咧諗清楚究竟有冇 common factor。如果佢係有 common factor，而你冇 aware 到就咁撳答案嘅話咧，你係會做錯咗跌入咗 trap 度㗎。我嚟到 level 3啦，咁就係同前面唔同嘅地方就係今次有兩個 variables， 有 x 有 y。咁雖然係咁啦，但係都係用計數機幫我哋去做嘅。咁但係第一步都係一樣，打個 standard form 先，就係 x 次加 bxy 加 y 次。咁但係由於佢今次係有兩個英文字母啦，咁所以每個括號都係有兩個英文字母嘅，有 x 有 y 有 x 有 y。咁至於點排咧就好易睇嘅啫，就係standard form之後第一個 x 二次方嘅 x， 咁就將前面 x 啦。最尾個 term 幾次方係 y， 咁所以就係 y 啦。咁有 x 有 y 有 x 有 y。咁所以夾完機出嚟之後咧，你要填嘅位置就係呢4格，填翻4個數字上去。咁個口號一樣，分母放前，分子放後，正負相反。睇第一題啦 ，x 次加 xy 減6y 次，咁就撳計數機啦。A 係1 ，B 係1，C 係負6，會出兩個答案，第一個係2，第二個係負3。咁要知道2其實係2 over 1， 3其實係負3 over 1。咁1個答案對應一個括號，一個答案對應一個括號，所以我咧就係減 2y x 加 3y 啦。中意靚啲嘅寫成 x 減 2y 乘 x 加 3y 都得。例如係6 A 次減7 AB 加 2B 次。咁今次咧就唔係 x 同 y 啦，咁所以個括號咧個結構就係前面 A 後面係 B， 前面 A 後面係 B， 咁一樣啦。撳計數機 A 係6 ，B 係負7，C 係2，咁出嚟第一個答案係1 over 2，第二個答案2 over 3。加個口號，分母放前，分子放後，正負相反。咁所以第一個括號就係2A 減 1B， 第二個括號係3A 咁 2B， 咁又係靚啲嘅話，就寫成 2A 減 B 乘以 3A 減 2B 咯。咁最後第三題就 T 會電題啦，72 S 3次方 T 減50 ST 3次方。咁雖然呢一個唔係 project form 啦，咁但係其實都可以一樣咁計嘅啫。咁第一步其實係乜嘢咧？諗真啲，其實佢係 common factor 喎。common factor 係乜嘢啊？係 2ST 啊，2ST。咁抽出嚟之後咧，括號呢個位置36 S 次減25 T 2次方。咁照撳計數機啦。A 位係36 ，B 位係0，C 位係25，所以第一個答案係5 over 6，第二個答案係負5 over 6。咁所以咧，根據口號啦，2ST 乘以6S 減5T 乘以6S 加5T啦。